染紅黃子華講國民教育。喺呢堆爛泥裏面，黃子華唔係洗澡，而係洗澡。大家都好期待佢下個月嘅紅館 show 都講下洗腦。嗱，其實呢，佢有講過噶，20年之前。嗱，92年嘅跟住去邊度？黃子華嗰陣仲可以大聲咁話自己係英國人湊大嘅，又好食好住係嘛？中國人身份認同啊 ，Who bloody cares？家陣再講呢啲呢，就政治不正確啦，所以黃子華都染紅咗件衫，嗱，扮 A&F 仔仔啊嘛，係嘛？仲跟足 dress code 咁樣踢拖添啊！日前呢，佢一支公咁樣由何文田屋企走落附近文具鋪影證件相，哎呀好靚仔啊！不過鏡頭喺嗰邊噃，跟住翻歸咯。入門口呢個驚奇樣。